好，好，来开始。好，我看下，学生直问无问问无煞，问无煞，所这拢来变调。好，学生直问无煞，那阵犹太人咧咧逼掠刀哦，是迄个咩那个杀害耶稣的迄个。对，迄个犹太的，敢若是啥物？毋是犹太，应该是罗马人的省长还是啥物？我嘛毋知吼，一个官啦吼，罗马的官长吼。来去洗手的迄个，就是伊刚才迄个就是洗手的故事，就是好。毋是洗手，我毋知影你讲的洗手故事，但是即个比列岛是罗马的一个算一个长官。嘿，就是伊迄个杀死耶稣了后，伊就感觉家己有罪，就去拼命去一直咧洗手，想要互家己的罪洗好清。不过圣经就讲这是无效的代志，伊就是有罪安尼。我毋知呢，毋捌伫圣经看过这段呢。可能是圣经，我就是其他的经嘿。可能无收伫圣经啦，一寡偏僻的，无收伫正典内底。可能啦，我无确定。好，或者就是比列岛吼。是。伊讲是收伫马太福音，你刚才你讲福音。马太福音嘿。就是我看卖啊，伫马太福音书。In Saint Matthew's Gospel, Pontius Pilate，这个唔知英文咩啦 ，Pilate， 也是 Pilate。我嘛唔知安怎念，英语我嘛无解清楚。What he said, multitude saying, "I am innocent of the blood of this just person." Yeah, but anyway. 等下我嘛有兴趣来查一下，咱看一下吼。你讲伫约翰福音嘛吼？马太福音新约圣经，新约圣经我查一下。嘿啊，我感觉进前看到这个讲法，就感觉真趣味。马太福音第几章敢有讲？无呢，敢若就是耶稣死了后无偌久的代志。但是我无印象呢，因为马太福音还是我无读到，我嘛毋知。这是真细咩啦 detail 细节。就是真小块的代志。伊讲是27，敢是27、24。27咯。24。嘿。就是伊汉字就是安尼写，比拉多。比拉多嘿。是。无看啊，无看敢有。24，你讲是24。24节咯。27章24节，嘿。来。关到有24节遐，嘿。比列岛看见无彩工。嘿。反正呐，了乱那了乱就是好，这个词真好，就拍水伫众人的面前洗手，嘿嘿。这个义人的悔我无罪。嘿。OK，令家己
搭绳哦，搭绳。嘿，好，哦，原来代我一直毋捌注意着讲有一段呢。系啊，这就是真，这个拢一句话的代志尔。嗯，OK，好好，哦，好好嘿，比粒好好好，刀啦，水手，OK，好，掠刀，好，拢是比粒刀，比拉多伫即个圣经内底，甲即个拉拢，我毋知吼有啥物家用。己拢叫嘿，掠。嘿，好，比如好，讲，继续。我看嘛，还有啥物粒？一时想袂起来，我记敢若还有一个啥物拉，袂记啊，吼。好好好，继续吼。嗯，好，比掠刀，好，先生简单行来行去，在想，毋知通啊毋通，毋知因通啊毋通，读这第一声。知好，毋知通啊毋通，嘿，通好，因那大因那大声问大声，这个应该读声读本调吼，大大声声问，也是大问，声问，大声问拢会使啦。会使哦，那若是一贯是读这个所在，敢你若若讲大声问，就是重点伫迄个问嘛。大声问，就重点伫咧声咧。哦，是吼，所以你要强调讲，就大声问，大声甲问安尼，就安尼讲。若讲大声问，就是主要是问尔吼。哦好，敢若印象中敢若会讲大声问，好，拢会使，好，了解，好，拢有人讲，有人讲大声甲问，有大声问，有人大声问啦，吼。大声问好，大你若声问好。大声问，就是变成强调迄个声咧。系啊，若是你遮尔咧讲，我感觉大声问听起来较顺，就是声爱变调，大声问较顺嘿。嘛无强调迄个大声安尼，除非你要强调迄个大声，再讲大声问啦。你听咧就知影意思，就是要大声，要叫你大声，毋是要叫你问，是要叫你大声。较大声咧，好，了解。重点毋是伫问，是伫大声安尼。好，了解。好。所以只要是做大声问就会使啊。声问好。学生因那大声问，伊简单哈哈。好，学生讲，好，因有缘哈哈。好，迄个哈哈是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哈，我嘛毋知什么意思咧，毋知是笑还是我咱早一我毋知什么意思。惊。嗯，一个敢若无来看，哈哈。有即个词理。系啊，无敢若无斗阵诶，高一字嘛无。我想应该是就是那敢若笑诶声安尼尔。系啊。就是就安尼，就毋知要哪印啊，就只好笑两声印安尼。继续吼，哈哈，好，对安尼，我看下好，对安尼，学生讲，伊讲好啦，咱来去，客就要去，无解决的先生，责任是大，真心在想。即件代志，那阵无啥关系，即使那无影要咱安尼，什么意思？那无影，无影，嘿，敢是无影？那无影，迄个骂是骂，若无影骂。骂就是咱骂嘛，骂咱，了解。所以讲是即使若无影，骂咱安尼，骂咱安尼，即使若无影，安尼甲咱骂啦，吼，意思就是安尼。伊是用一句，为虾米？嘿，伊甲即个句
针对后壁嘛，甲即个安尼针咧后壁，安对后壁。那迄个卖甲咱安尼卖，也是卖咱安尼头前迄个无影是啥物？要哪解说？要哪无理解？就是无影做啥物代志啊？无做啥物代志。就是所以讲无影卖咱，就是无甲咱卖。无甲咱卖。原来安尼，原是安尼断句。好，结束若无影，无影顾刀顾刀，安尼顾刀好。若无影无影卖咱安尼，是雪龙的思源那定。咱来去甲伊交了，是甲交了，是家己，你家己则是家己，是家己是家己毋对。好啊，我来记一个，迄个交，好，咱交敢是较文的，因感觉之前有看一个较白话的书叫，迄个嘛是有迄个，互人晦气、互人麻烦的话，叫啥物做？杂作，敢是杂作，嘿，印象中看。小等下吼，咱先看交鸟，伫倒交鸟嘛吼，野马吼，交鸟哩，哦，嘿是交鸟杂作呢，就是杂作嘿，家己杂作。等一下哈，对，第几项？这两个词敢是差不多的意思？杂作差不多啊，差不多意思啊。杂作吼，真家己杂作。好。加嘛是加马斯鲁。好，是。加嘛是亚马斯鲁，所以点解释。应该是差不多。好，杂作迄个交调，两个词比起来，两个词敢若就是迄个交调，听起来看起来像文言的讲，较文的讲法，较文啊。交调杂作，其实杂作嘛应该算做嘛较文的嘿。我毋知做一个较文咯，就拢会使。好，继续，甲伊交了是家己毋对。好，对，后一句好，准做有影，嘛无要紧的。耶稣讲，胜你正平的喙皮，倒平耶稣活互伊，互仿即件事。好，了解啊。好仿，对，无变调，好仿即件事。若要变调，我想看嘛，敢若变调，好仿即件事，好仿。对啦，爱变调嘿。变调好仿即件事。好，了解。好，这段读煞，你敢若来读一遍？好，来，我来读一遍吼。学生直直问无煞，哪准犹太人得逼比列多？先生简单行来行去，得想毋知通啊毋通，因若大声问，伊简单哈。学生讲好吼，伊又原哈。对安尼，学生讲，伊讲好啦，咱来去，咱来去，客就要去。无解决的先生，责任是大，真心得想即件代志，若准无啥
哪阵无啥关系。设施若无影骂咱安尼，是雪龙的私怨啊定。咱来去甲伊搅扰，是家己毋对。准做有影嘛无要紧咧。耶稣讲：胜利正平的喙皮，倒平也煞冤互伊。何况即件事？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好，如果咧想，咱的民族原来是顾家己的心性，一旦发发心情爱，发福是什么意思？发福。我嘛毋知，发福，发福，我嘛毋知。对啊，完全无听过这个词。发福 ，HOAH 吼，福，发福，发福啊，无这个字，无这个词。伫找台语有讲是发福。我感觉这个词听起来就古早，应该爱有才对。发福，毋是发咯，发福。你读做 HOAT 去啊？哦，花，花毋是花咯，你若读做花，就是 HOAT 去啊。花虎，歹念嘛，真正歹念吼，花虎。哦，歹势啦，应该变调花粉啦，花粉啊。花虎，所以敢若有这个台话花嘿啊，花粉。伊古早无有这个词，毋过无收着。有画，因为画就是画写迄个画吼，画开头的词就真侪啊，拢是画休啊，画迄个迄个意思。画什么？画休，画虎。好，就当做甲画休是共款的词好啊。画虾，画家，画虾。画虎。画虎。OK，我们捌听过。好，画虎好，继续来，等下我家己。好，记好啊。好，来我继续后一个好。一旦画虎心真爱，结叫心肝那土沙，未会结连。好，迄个结连。差不多会用到迄个意思。连结啦，吼。连结，好，安尼了解好。出头的人若受罚，了解受罚。骹手就流感，骹手流感敢是流惊啊，流姜，流姜哦，好，就特别音流姜。我听过。好，来看卖流姜，流姜，无找着迄个意思，流姜。毋知还有咱找流姜，有迄个有找着流腔，流，那是就是台语顶有收流腔，就是酸的意思。哦。经酸。流腔倒闭呀。流腔行动。嘿，哦，有流腔，伊个汉字是真特别。流腔，
流腔行东啦吼，我这拄则读唔对去，流行腔行东。行动哦，好，流强，原来这两个汉字有行动，这个词是安尼，是这个音，行动。行东啊，但是我都毋捌听过流腔行东。敢若两个音拢有收，行动甲行动，第二点这两个音拢有。骹手就流江。出头的人若受罚，骹手就流江。是什么意思？应该就是迄个爱闹代志嘛。若是毋过，若是起头的迄个人互人掠，也是互罚，伊的其他的证人就拢选去，就拢毋查即个代志。流江 ，OK， 好。嘿，我看觅骹手流江，应该是敢是这意思？好，骹手流江。好，看后壁是安怎讲？好，那阵姓册讲，我拍木只，我拍木只，游群就四线。四线，所以讲迄个骹手流江就是四线的意思。是。现在四线好，拍木只了解。受应该有一个迄个咩啦 end quote 伫遮，后壁是迄个更精神。好，我看觅好，想了就去倒伫眠床，朋友来要来要救伊去，伊讲我即点真艰苦。好，差不多了解意思。留伊去吼。留伊去所以讲即个读本调，轻本调甲轻声，敢是即个意思？我看留变调，伊变伊。所以我是变调去读本调。去对，留伊去就是头前拢变调，后壁本调。留伊去，好，了解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又搁伫想咱的民族，原来是顾家己的心性。一旦化佛，心真爱，结局心肝若土沙，袂会结连。出头的人若受罚，骹手就流江。那阵姓册讲，我拍木只，羊群就四线。想了就去倒伫眠床，朋友来要救伊去，伊讲我即点真艰苦。好，继续吼。好，女学生听到中学学生要去为姑娘楼，就注意咧上，看真心有去啊无？有去啊无？有去啊无？好，所以这个上就是看的意思。好，上就是看，我记一个哦，上。好。也会讲，你去相看卖看伊来无安尼吼，就是迄个相。所以讲，迄个相亲的相，当时就是为即个字来的。共即字啊，就个共即字。了解。问题就是即个女学生为虾米会安尼注意真心敢是？我唔知，敢是迄当时，系啊，敢是介出来人。好，来继续。这段我读者吼。这段短你来读。女学生听到中学学生要去为姑娘楼，就注意得上。
看人生有气啊无？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好，讲甲遐个学生白白爬上爬上楼，好，爬上楼，大步走，细步踏，细步踏。诶，这点感觉是踏步的意思。细步踏，对对，细步踏，好，细步踏，乒乓球对爱主先生问：怎样阮拢白擦，咱拢白擦，大声细声直直嚷，父母的姊妹看毋舒适。就去叫干牧师，好，迄个舒适是看毋舒适。我是送的意思。我拢讲看毋是势啦，袂讲看毋舒适啦吼。了解，看毋是势。伊讲舒适，我都毋知。舒敢是另外一个舒，我都毋知舒适。敢是即个？我看对无？看这毋对，第七声。看毋舒适就看毋是势，所以讲咱较常用的讲法是看毋是势。嘿。好。但是我一直以为讲即个是迄个是非迄个事理啦。舒适看。但是伊这毋是讲意思是即个舒适。嘿。司机的意思。嘿。时势。好。阮讲时势，就变成是即个时势。时势。看毋是势。看毋是势。时势，是讲我都无讲遮呢，即个老传口讲时势吼，我讲时势，看毋是势安尼。毋是势，好，我看卖讲有即个是毋是势，看毋是势。有呢，第二点嘛有首毋是势，即个词毋是势，是就是照你讲的意思，是也毋是，是也毋是迄个。是势，好。我是安尼讲吼，我是讲看毋是势吼，看即个办势无介好啦，毋是即个，毋是好的情势吼。毋是好的情势。看毋是势。就是看毋舒适。无介好安尼就看毋是势吼。情况毋对，情况毋对。就是即个看即个办势无介好，办势无介好，紧老跑。紧老跑就是头前迄个骹手溜姜。嘿，我上班来讲，但是 OK 啦吼，骹手溜姜紧来走。嘿，骹手溜姜紧来走。对，嘿，看毋是势，就是紧选哦。上甲迄个简洁的讲法啦，看毋是势，紧选啊。对，好，继续看毋舒适，就去叫干牧师。干牧师来，即个干牧师敢就是迄个甘为林，变迄个书店迄个讲一个，也毋是讲拄好讲细尔。咱早一下甘为林牧师当时伫台湾。好。我印象中敢若毋是啊吼。一个吼，好。伫台湾。伊讲是1841到1921。我毋讲我。1871到1878第一道。好。1871、1878。是。第二道是1880、1887。是。伊到北部是1873。73，应该来讲73，嘿，差不多171到195安尼啦。95，所以讲绝对毋是同一个人。171到195，伊这小说敢若是搁较早。是哦。
诶，我伊即个袂记小说敢毋是迄个日本时代诶？是日本哦，较晚啊，较晚变成较晚嘿，对。是啊，哦， 1895甘伟林就无伫台湾那会款嘛？我记得头前有伫记嘛吼，1911嘛。是诶，哦，敢若是哦，对，迄我拄则讲甘伟林第3遍就是1895年嘛吼。是啊，伊1917年就转去英国退休，我看嘛，1898年哦，1898年搁伫遮。1885到1926，所以你拄则有讲哦，有讲着，伊讲若是伊第二摆来，敢是伫北部？伊讲1895年有来，因为即个有讲，可能搁那是伫即当阵搁台南伫台南呢，安尼即当阵伫台南哦，对哦，啦，伊是伫台南，所以无可能伫北部啦。伊所以讲因无共系统，伊是台南的迄边的。所以讲伊毋是伫毋是即个甘牧师嘿。无共诶人共名呐，共姓好。对好，就继续。对干部师来问是虾米代志？学生讲，女学校长骂阮拢白贼，阮来买饭，伊看白贼安怎？干部师讲，好，安尼好，毋是讲好，安尼好，恁安心转去，我要办，互恁欢喜，办互你欢喜。即个办敢若变调？办我要办互互恁恁欢喜，嘿，会使办变调。会使变调。若是惯势是爱变，也是无变。办互你欢喜，办即个看你要安怎顾到吼？哦好我要办，办，嗯就转去啊嘛，互恁欢喜。哦嘿，哦好，伊但是变调你若较好，较顺。无爱转吼，就是规句嗯念去都爱变调。我要办互好，恁欢喜。好，我要办互恁欢喜。嘿，好，叫我记起来，我要办互恁欢喜。好，学生听着安尼就拍破啊，拍破啊，拍扑啊，拍破啊，好，嘿，拍破啊，啵叫就出去。好，迄个就是拍啵叫，扑啊声。啵啵是破啊的声，手的嘿，声。对，即个我来记一个，啵叫，啵啵啵叫。有呢，而且第二顶伊收的是插，再来讲插刀的声，等下我嘛是真活跳的形容。啵叫，啵叫，就是形容声，用来是形容声。形容声音好。嗯继续好，这段读煞，你感觉来读一遍？好来，讲到遐个学生爬上楼，大步走，细步踏，乒乓叫，对爱子先生问，怎样？阮拢白贼，大声细声，直直嚷。扶学的姊妹看毋熟悉，就去叫甘牧师。甘牧师来问是虾米代志？学生讲，女学校长骂阮拢白贼，阮来要问伊看白贼安怎？甘牧师讲，安尼好，恁安心转去。我要办互恁欢喜。学生听到安尼就拍扑啊，啵啵叫。
就出去。好，继续吼，好，隔离代理代理校长，然后到代理校长中心先生调学生来，即被因讲学生恁啥事去藐视姑娘到安尼，恁什么人去因的楼顶啦？学生昨暝有会议，爱主先生稳当会去投校长，爱变调，投校长。爱去投校长，所以迄个投校长，就是投，你知无？毋知。投诉叫做投。了解，是，好，即个我就是会记。投。好，即个我会记。台语敢若用一字尔啦，袂讲投诉讲台语敢若用一字投哩。甲顶司报告人诶歹代志。叫做投，嘿。好，了解投。好，继续去稳当会去投校长。大家着当心才会用得。迄时听伊安尼问，就规定拢爬起来徛，好，就讲爬起来徛。就讲学生恁啥事安尼啦？着去甲姑娘会失礼啦。学生讲，伊先骂阮拢白贼，安尼是伊着先来甲阮会失礼，阮才甲伊会失礼。讲无啦，袂用得啦。中心先生真受气，大情佫讲大情是啥物？迄个情情是知啦吼，情就是忠嘛。大情就是大情还什么意思？我都毋知。情，咁是有大，我看咪大情大情好。先人话去看后壁大情佫讲，恁的确着伊会失错，才会使的啦。好，也是无大情迄个情敢是拳头的迄个意思，所以讲大情就是用拳头去拍，也是拍啥物大情情要好嘛，可能有法度通算用摇的啦，用卡的啦吼。但是用打的，我就是今仔日才看到，毋知安怎打法。用平手，用平手顶轻轻拍。打胸孔，打手掌，打脚趾片。这叫做打。嘿。嘿。打那是拳头咧，打。无打是手要摊开平平的手掌去拍，叫做打。好。所以讲伊打的迄个情是啥物情所以我就看无啊。我毋知，我安尼看无即个大情啥物意思。就是歹装啦吼，就是歹装要创啥我看无。那是敢若就是迄个生气的一个动作。你讲拍胸脯保证就是大胸孔。大胸孔好。拍肩膀。当然咱袂讲拍肩膀，咱来讲大胸孔，大脚趾片。
拍背部，哦，较只偏好，比如讲，甲打较只片，甲安慰安尼吼。但是大前啊是啥物意思？是要创啥我都毋知啊。拍中要创啥我毋知哈。系啊，大前啊，好，看卖，系啊，嘛无好，先人过去，后壁就讲，恁的确着去会识错，识错嘛是会识的意思，识错哦，错，毋是错，你读做好错是应该是错，识错，识错，好，咱就即个我记起，记一个，识错，好，会识错才会知得啦，好，因为恁真毋对啦，好，恁知嘛？学生讲，阮去问伊有较大声喋啊，即个喋啊，大声喋，有较大声喋啊。有较大声喋啊，是即个喋啊。我咧想，应该意思就是讲，阮是有较大声一碟啊啦，吼。较大声一点吧，哦，了解，大声一点吧，比较大声的一点啦，吼。好，哦，了解，好，安尼阮知毋对，而且即个节无讲嘛，所以就有较大声碟啊。嘿，有较大声点吧，好，有较大声点吧，较大声一点吧，好，安尼阮知毋对，总是伊骂阮拢袂插，讲无毋对，讲无啦，伊还伊诶代志，恁还恁诶代志。学生讲，伊爸阮安尼，伊也有毋对，阮去谅伊，毋是谅伊，阮去谅伊，阮也有毋对。读书高迄区结叫无输赢。好，上尾后壁迄个是啥物意思？读书高迄区结叫无输赢。读书阁有迄个加减的符号。读书个迄区。读书。我看卖迄个读书个迄句，迄敢是日记内的词？读书甲迄句。但是日记是讲，嘿，伊甲读书迄句，敢有即个声？读书个迄句，迄句。哦，敢若就是日记加迄个日记的加减的迄个意思，加号加迄个要安怎讲？加号加减号。安尼吼，安尼吼，迄句，读书个迄句，哦。敢是即个意思？我无确定。应该是啦，吼，我相信就是读书，我看有即个音无？好，无即个读书啊。读书，迄句咧，迄句。
有伊迄个迄句有 subtract minus 的意思。哦，要跟他是他数掉。好，他数个迄句，一个加一个加一个减，迄个意思。哦，迄句啦哈，这个就是迄句 ，to draw 嘛，to 就是 draw to catch。我拄则找到一个日记的数学的讲法，我打迄个，打迄个，我拄则打一个连接互你。OK。我讲迄个日记内底迄个 plus minus times divided， 是种的讲法。你到底多少无看？伫搭伫就是 Zoom 的 chat 聊 Zoom 有一个老话所在。message， 无呢，我无看到。老话所在啊 ，chat。home chat。是就是咱讲话迄个画面。嘿。我送 message 互你看到无？是嘛？无你是我所留话所在是咱讲话迄个，毋是 Zoom 会总的画面。我看卖，我看我的 Zoom 的画面，有你留话所在是 Zoom 会总画面，对无？我有看到啊。我一个，好，我拄则，我拄则睇是咱讲话迄个所在无。凡是你伫分享画面无看到，毋过就是咱讲话的迄个 Zoom 有两个，咱 Zoom 即马有两个，一个总画面，你留的，我看的迄个是。无看到迄个 chat， 我毋知是毋是。哦，伫遮看到。嘿，就是拄则看到遮就真趣味。就是遮。嘿。迄句嘛吼 ，minus。即个所在以下是汉字。汉字是他死，就是个他死。他死甲迄句。是。OK。我看卖，我甲你。他死甲个迄句吼。他死甲迄句。结果无输赢吼。所以讲伊伫遮就闹日语啊。好，看卖好，后壁继续。等下。我来。好，记好啊，继续后一句。好，他输个迄句，结果无输赢，讲无啦，安尼讲袂做滴啦。恁什么人甘愿去啦？这个校长讲话实在是好，大家点。好，你敢要来？短的，你敢要来听？隔日，代理校长中心先生调学生来接备演讲。学生啊，恁啥事去藐视姑娘到安尼？恁姑娘吼伫因教会吼，伫这个基督教会讲姑娘，就是一寡查某的传教士叫做姑娘。你知我意思无？传教士叫姑娘，就是一寡查某的女性传教士，因拢叫伊姑娘。好，了解。恁啥事去藐视姑娘到安尼？恁什么人去因的楼顶啦？学生昨暝有会议，爱主先生文档会去投校长，大家着动心才会用伫。迄时听伊安尼问，就规定拢爬起来徛，就搁讲学生啊，恁啥事安尼啦？着去甲姑娘会室的啦。学生讲，医生骂阮拢白贼，安尼是伊
就先来甲阮会室咧，阮才甲伊会室咧，讲无啦，袂用伫啦。中心先生真受气，大前啊，佮讲，恁的确着去会室处，才会使伫啦，因为恁真毋对啦，恁知嘛？学生讲，阮去问伊有较大声调啊，安尼阮知毋对，总是伊骂阮拢白贼，减无毋对。讲无啦，伊犯伊诶代志，恁犯恁诶代志。学生讲，伊骂阮安尼，伊也有毋对，阮去让伊，阮也有毋对。他事搁去，结局无输赢。讲无啦，安尼讲袂做得啦。恁什么人甘愿去啦？大家点点。OK， 所以主要迄种大情啊，咱来查一下这情啊，是毋是咱有误会？是毋是别的意思吼？CHENG 情啊，情，古这个情，感觉有其他的什么意思伫？情啊，我知影是这个情，感觉什么情？应该毋是这，毋是这，啊对啊，所以绝对是这个情啊，无别的情啊，我都实在是毋知你讲啥意思。大情啊，系啊，系啊。歹势我毋知。好，咱继续啦哈。继续。好一段啊，无法度就叫几若个学生去中心先生的厝，问啊，佮问遐个理由。中心先生讲，学生啊，恁几若人来去会室咧是较好啦。学生讲，准做，阮有毋对，就伊也有错误。既然是安尼，就着用平和解决。好，想要保护姑娘的影显是啥物意思？用光显是应该是显明啦吼。好。是迄个影显了解。但是影显就是用光显明，影显。了解。这是真教诲的词。影显了解。名声的意思。名声，对，就是名声。保护姑娘的影显，也相当着咱，相当着老阮学生的体面。迄个相当，也相当，好，相当着咱。就是你爱顾先生的影显嘛，爱顾阮的体面安尼。迄个所以讲相当就是顾的，嘛是保护的意思着。毋是，也相当着，就是相当。相当是讲。相当就相当啦，但是即只意思就是讲，共款嘛是爱啦。共款嘛是爱，好，相当共款嘛是爱，好。我看嘛，好，相当着留了解，留阮学生的体面，好，即个留体面，了解，即个即句着了解意思。体面，留学生的体面，好，安尼着了解意思。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来，无法度就叫
几若个学生去中心先生的厝，问啊，佮问遐个理由。中心先生讲：学生啊，恁几若人来去会室的是较好啦。学生讲：准做阮有毋对，就伊也有毋对，伊也有错误。既然是安尼，就着用平和解决。想要保护姑娘的形象，也上中着留阮学生的体面。好，好，好的，咱到遮啦吼，来读另外一本安尼吼。 OK， 了解。104页，104我是记一个104页。咱对101到104吼。好，来，我来甲 stop share， 我来甲 stop recording。recording 伫倒呀？哦，我才不要停乱，在边哪停？哦，这。